我係國王，請各位勇士幫我揾翻公主。公主年青貌美，嗜好多多，成日都周遊世界。佢熱愛科學，所以中意去雨林、濕地呢啲有科學價值嘅地方考察。佢又好喜歡探險，佢中意去有古舊文化嘅地方，感受唔同嘅傳統文化。嗰啲有特色嘅主題公園，佢同樣鍾情。仲有啊，佢都好喜歡自然風景。我已經同佢失去咗聯絡3個星期啦，請大家幫我揾翻我心愛嘅女兒，護送佢翻嚟城堡。參見國王。不必多禮，3位親愛嘅精英，你哋能夠喺我眾多嘅勇士之中脫穎而出，一定有過人之處。國王，我就擁有瞬間記憶能力，而阿彪佢就擁有特強分析能力。國王，我擁有預知未來嘅能力。國王揾我哋嚟，係咪關於公主失蹤一事呢？你嘅預知能力真係好好。自從阿公主，我嘅女兒咧，佢周遊列國之後咧，已經4個星期冇同我聯絡啦。你覺唔覺得國王怪怪地咁樣啊？我真係好擔心啊！國王，公主最後一次同你聯絡嘅情況係點樣噶？我幫你分析下。呢個咪畫面咯。父王，我終於揾到一笪地方，佢有齊我所有中意嘅嘢，我哋一齊去睇下。呢度地方唔算大，城市生活多姿多彩，而且風景優美，仲有一個美麗嘅海港。呢度匯聚中西文化，又有唔同類型嘅休閒設施，大把地方值得去。總之就係一流啦！父王，你都應該嚟呢度感受一下。呢度就係。原來信號中斷，難怪國王你咁擔心啦。我哋一定會盡快揾翻公主出嚟噶。國王放心，交俾我哋處理啦。好，出發。呢度就係國王提供俾你哋嘅資料室。哇！你哋入嚟啊！呢度都好大喎。根據公主嘅描述，我認為佢最有可能係喺香港，因為香港正正符合晒公主所講嘅特點。我都咁樣認為，所以我之前就揾咗啲有關香港嘅資料嚟做分析。我哋一齊嚟睇下。咦？你唔好意思啊，咁我出翻去先啦，拜拜。再睇下。香港呢個城市擁有萬千風貌，既有燈火璀璨嘅摩天大廈、現代化嘅購物商場，又有崇山峻嶺同埋遼闊嘅海港。喺太平山頂，我哋可以飽覽香港市區。當華燈初上嘅時候，景色壯麗璀璨。香港會議展覽中心係維多利亞港其中一座最為矚目嘅建築。佢外形好似一隻飛鳥展翅翱翔，充滿都會嘅時代感。展覽中心外嘅金紫荊廣場上，有一座名為永遠盛開的紫荊花嘅大型雕塑，係中央人民政府贈予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嘅回歸紀念賀禮。維多利亞港內穿梭住輪船同豪華大遊輪，連同旁邊嘅摩天大樓，拼就出一個別具風貌嘅海上景觀。香港唔單止有繁華熱鬧嘅一面，香港仲有悠閒寧靜嘅一面。喺高樓林立、繁華商圈嘅附近，有好多綠樹成蔭嘅公園，好似係九龍公園。大家可以喺公園睇睇花圃園林，聽聽鳥語鶯聲，感受一下鬧市中嘅寧靜。香港有將近3/4嘅區域係由郊野組成，
只要搭一程巴士或者坐一次船，就可以投進大自然嘅懷抱。繁華同恬靜喺香港都係近在咫尺。香港仲有好多風景宜人、水清沙幼嘅海灘。呢啲沙灘可以媲美世界一流嘅沙灘。早喺6000年前，香港已經有先民聚居。從19世紀中至20世紀末，香港經歷咗150多年嘅殖民統治。喺獨特嘅歷史背景之下，東方傳統同西方文化兼收並蓄，使香港留低好多歷史古蹟，有廟宇圍城，亦有教堂高樓。博物館係認識香港豐富面貌嘅好地方，例如海事海防、孫中山嘅生平事蹟，以至電影文化同鐵路。屏山鄧族文物館介紹咗屏山鄧族以及香港農村嘅歷史文化。醫學博物館係一座由紅磚砌成嘅英國愛德華式建築，係香港建築師於20世紀初嘅傑作。正門入口有石柱裝飾，顯得典雅莊重。裏面展出香港嘅醫學發展史。佢仲係以中西方病理作比較嘅博物館之一。哇！真係多姿多彩，同公主形容嘅非常之吻合。我哋應該咧就冇揾錯地方啦。但係香港話細都唔細，究竟公主喺邊呢？啊！我哋可以試下收窄下範圍喎。哎呀，等陣，你哋聽唔聽到有聲啊？出去睇下，出去睇下，出去睇下。冇人喎，阿欣你搞錯啦。啊，我記得國王講過，公主好中意傳統文化嘅喎。我哋諗下有咩地方可以代表到香港嘅傳統文化？你嚟睇下啲資料有冇用？幾百年嚟，唔少人嚟到香港呢個中國南端嘅小漁村，佢哋喺香港開村立業，建起咗一座座圍城，一所所大宅。大嶼山嘅寶蓮禪寺多年嚟香火鼎盛，寺內有多座富中國特色嘅建築值得參觀。寶蓮禪寺對面就係世界聞名嘅天壇大佛。呢座青銅佛像面上豐圓端麗，雙耳垂肩，右手是絲毛慧印，大佛莊嚴祥和，加上四周風光如畫，令人心曠神怡。參觀大佛嘅同時，我哋不妨順道參觀同樣充滿宗教氣氛嘅心經簡林，亦都可以乘搭昂坪360纜車，體驗一下大地在我腳下嘅感覺。仲有附近嘅大澳棚屋有東方威尼斯嘅美譽，同樣值得遊覽。黃大仙祠係香港最著名嘅廟宇之一。據說黃大仙有求必應，籤文靈驗，吸引無數善信到嚟膜拜求籤，香火鼎盛。每年嘅農曆大年初一，有唔少善信爭相到嚟搶頭香，成為香港賀歲習俗之一。林村許願樹係民間信仰其中一個重要代表，呢棵大榕樹被當地村民視為神靈而向佢祈福。不過近年為咗保育許願樹，村民就喺附近做咗一棵仿真嘅許願樹，代替舊有嘅樹。啲人會將願望寫喺寶牒上面，誠心參拜之後就拋上樹幹。佢哋相信，如果寶牒唔跌落嚟，就代表願望可以成真。你哋睇下，公主喺沙灘同埋主題公園都影過相。我諗公主係咪對呢啲地方情有獨鍾呢？阿欣，你咁都記得嘅？香港都有好多好靚嘅海灘同埋好特別嘅主題公園㗎。喂，睇下。
香港有好多世界級嘅沙灘，以水清沙幼同大浪見稱嘅石澳泳灘，經常吸引好多滑浪愛好者嚟到滑浪同游泳。灘上設有唔少零售商店，售賣各類型嘅游泳用品。而位於香港西部嘅黃金泳灘，就係香港最長嘅海灘之一，常年吸引無數遊人到來。國際級嘅主題公園，例如迪士尼、海洋公園等，就吸引好多唔同地方嘅人到訪。香港迪士尼樂園係一個以迪士尼朋友為主題嘅遊樂園，裏面有唔同類型嘅表演同機動遊戲。位於香港島南面嘅香港海洋公園分海濱樂園同高峰樂園兩個景區，由架空纜車同海洋列車連接。公園有好多唔同嘅動物同機動遊戲俾遊人參觀同遊玩。唉，值得去嘅地方越嚟越多，揾到公主嘅難度亦都越嚟越高。同埋你哋要記住喎，公主係熱愛科學㗎喎。咁又係喎，即係話佢對有科學研究價值嘅地方都會有興趣。濕地公園啊、地質公園同埋嘉道理農場，佢都可能會去噃。睇下香港地質公園喺2011年獲接納加入世界地質公園網絡。糧船灣沿岸佈滿排列整齊嘅六角形岩柱，近萬宜水庫東壩一帶嘅石柱壁，更有天然六角形岩柱壁畫嘅美譽。喺呢度，我哋可以近距離觀賞扭曲石柱嘅地質現象。香港濕地公園有一片佔地約60公頃嘅濕地環境，你可以喺入面漫遊紅樹林浮橋、蝴蝶園同觀鳥屋，近距離欣賞各式各樣嘅野生動植物。嘉道理農場有山谷清溪，仲有唔少菜園同梯田農圃，係集觀光遊覽、自然教育於一體嘅大型農莊。中意田園生活嘅可以到上山區行下。如果喜歡動物或者昆蟲嘅話，就唔好錯過下山區，因為呢度有多間農舍同動物館等等。唉，究竟公主喺邊度啊？資料越嚟越多，好頭痕啊！遇到呢個情況，翻去起步點係聰明嘅做法。你嘅意思係睇翻公主留俾我哋嗰段片啊！我哋一齊嚟睇下。唔係，前翻少少。公主身後面有啲黑色嘢，好似係個炮台嚟喎。阿欣，你嘅瞬間記憶用得着啦。究竟我哋有冇見過呢個炮台啊？好，等我一陣啊。係有嘅，個炮台大概喺第一段0216嗰度。根據資料顯示，呢度應該係香港海防博物館。香港海防博物館前身係鯉魚門炮台，係100多年前香港最具規模嘅防禦工事。炮台依山而建，居高臨下，俯瞰鯉魚門嘅狹窄水道。咁事不宜遲，我哋快啲去通知國王啦！咪住先，我嘅預知能力話俾我知，公主只不過係曾經去過香港海防博物館，佢而家已經走咗㗎啦。吓？唉，你哋又唔使咁灰嘅，我嘅預知能力都話咗俾我知，公主就喺我哋嘅身邊。冇錯，我就係公主。阿威，你嘅預知能力真係厲害啊！3位精英，我一直近身觀察你哋，目的就係睇下你哋有冇實力幫我揾翻爸爸。咁我哋見嗰個咪假嘅國王？係啊，真正失蹤嗰個其實係我嘅爸爸，真嘅國王。